讲到这飞官新北嘅做一案呢，伊是使这 F-16V 战机伫咧花莲外海失去联络。空军伫今仔日有发布所救影片，强调绝对袂放弃。总统赖清德也表示讲，这国军海巡加入所救行动，希望大家做伙来替这个飞行官祈祷。那针对着这防寒衫自动防冻地系统的问题，空军是回应讲1300领的防寒飞行衫拢有伫咧交货，3月底完成。那国防部长郭立雄也讲，自动防冻地系统拼明年拢甲斗起哩。C-130空军机快速飞升，飞去失速海峡顶面，导航照平台照跟花莲外海。P-34巡逻机家己搜救行动，地面也有无人机升空空军配合发布影片，强调绝对袂放弃三军一定尽全力搜救，让失联的 F-16V 飞官新北家转来。海巡所有人克服真歹的海上，花莲海巡队采取相天便制，做联合搜索。花莲人透早也互看到准备出港，要赶去失事的海峡。另外，海巡人员沿岸际继续找找通讯车辆伫边仔待命，飞官新北嘅登地驾驶 F-16V 意外失事。总统赖清德高度关切，强调国军海巡有愿继续全力搜救。我非常希望我们全国人民都能够为辛伯义上尉集气。我们也祈祷他能够平安归来。国军累计派出30架次飞行机、2架无人机，海军甲海巡有22架舰艇，陆上180名官兵投入搜救。针对新北嘅反应 F-16V 因为电脑 MMC 故障，国防部长郭立雄亲自回应。在114年1月开始。这样子的一个软体的一个稳定的状态，因为经过软体升级之后，这个 MMC 的一个已经呈现一个稳定状态。F-16V 的相关装备包括防寒衣、自动防冻地系统、防击机有完无到位。对此，郭立雄表示，自动防冻地系统类比整合所费需要应该并明年全数核增。空军回应去年买的1300多领防寒飞行衫，预计3月全部交货。像在5联队，它也已经有部分的交货，因为它的型号的关系，所以说它有的型号已经先交货，有部分已经先交了。好，那你3、4月间要交货的数量多少？就是全部交完。另外 ，F-16V 失事，空军下令执行停案特检，外界烦恼恐惊影响战备，郭立雄回应，特检作业拜六完成。航空未产生空棚。另外，伊也表示，向美国买的66架 F-16V，目前生产线已经组成56架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